嗱，2034嗰個基利安咧，即係嗰個黑仔啊，就已經俾人哋實除咗，就係話係改年齡㗎啦。咁啊，基本上呢樣嘢就冇乜好拗嘅，肯定改㗎啦。咁最起碼咧，佢就係12年嘅，咁啊，亦即係而家咧就等於係14歲幾㗎啦，最起碼14歲幾、15歲咁滯㗎啦嚇。其實呢件事情真正發酵啊，真正俾人哋挖出嚟咧，都係10零個鐘之前嘅事嘅啫。啊，你又唔好話我馬後炮。8月1號咧，我就已經寫咗呢篇咁樣嘅口報告啦，已經明講你基利安就係改年齡，包括老撾嗰啲僆仔都係改年齡嘅，咁唔需要講嘅。其實呢啲嘢咧就唔係我有幾叻，而係你太明顯啦。一個僆仔明顯嘅已經係生撚咗喉核，你同人哋講佢係10歲喎，鬼食豆腐咩？係咪先？咁改年齡呢樣嘢喺呢個足球或者體育青訓入邊嘅好普遍嘅事情。你話包括2034啊，真係得基利安或者真係得老撾嗰啲僆仔改年齡咩？我同你講絕對唔止啊！我哋國內嗰啲一樣都會有改年齡，包括之前爆出嚟㗎啦嚇，籃球嗰個僆仔係嘛，一樣咪照改係嘛，只不過佢又笨實啲，佢之前參加過比賽，跟住又再改細翻，再嚟參加過，咁啊點樣俾人哋捉重捉正嘅啫？咁你話如果你正正經經啊呢啲後期再去改年齡嗰啲，只要做得靚仔少少，人哋係冇得查嘅。包括你哋話嗰啲咩測骨齡有用咩？冇意義嘅，因為你就算正常冇改年齡嘅小朋友，佢都有可能會超前1到2年呢個骨齡係嘛？所以佢就算改咗年齡之後，我咬死我就係冇改。包括國際足協參加世青賽都係以呢個出生證明啊，以呢個護照為準嘅，都唔會測呢個骨齡啊。所以基利安只要佢面皮夠厚嘅話，佢攞住呢咁嘅出生資料啊，照去參加呢個世青賽，你又吹佢脹咩？根本吹佢唔脹。所以呢個足球或者呢個體育圈咧，本身就係咁樣啦，就係咁亂㗎啦嚇。只不過就係話你點樣去改年齡都好，呢個只不過就係俾你帶嚟暫時一個紅利嘅啫。如果本身你個僆仔係踢唔到嘅，啊冇呢個水平嘅，冇呢個天賦嘅，啊就算你喺呢個青少年階段嗰度佔咗少少利嚇，都冇用嘅。到你成年之後，你一樣都係打唔到。